歡迎收睇財經 Recap， 一個快速幫你歸納有咩財金新聞嘅節目。希望大家俾個 like 同睇晒成條片，多謝支持。依家香港咩經濟環境，相信都唔使再多講啦。就連中華煤氣都話受到市民北上消費影響，預期全年售氣量下跌。希望政府叫香港人唔好北上，或者叫多啲內地人嚟香港食嘢。公共事業咁樣開到聲，其實都幾罕見㗎。但係咪就翹埋雙手乜嘢都唔做呢？又唔係噃，事關香港仲有人想搞翻旺個場㗎。請問大跑夜會怎樣去？你講乜春啊？就是大跑夜會啊！冇錯，就係耗資1億籌備多時嘅新大富豪，6月14號喺尖東原址重生，叫大富豪 Big Boss Generation， 仲請到前日本 AV 女優，屬於全世界嘅蒼井空嚟剪彩添。呢個名加上蒼老師，唔少人都會 FF， 哇！80年代紙醉金迷嘅盛況係咪要重臨啦？咁又要同大家做翻啲心理調整啦，因為 CEO 暨股東李建文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就話，新大富豪咧唔會再行以前日式夜總會條路。以前大富豪高峰期有1200個女公關駐場，新呢一間咧就唔會再有呢個服務啦，轉型做多功能娛樂場所。中央舞台可以搞表演、新品發佈、開會甚至婚宴，其餘時間呢就係酒吧，300蚊入場費，連2杯嘢飲，入邊仲有49間包房同廚房提供餐飲，會有 cafe、米蘭站亦都會進駐。佢哋仲玩埋元宇宙啊！大搞會員制，會費由5萬到50萬，會員可以用 token 喺店內或者網上平台消費㗎。李建文就話係用包租公嘅心態嚟搞新大富豪，只係提供娛樂場地，歡迎男女老少入場，甚至歡迎家長幫小朋友搞生日會添。希望能夠將大富豪打造成為旅遊景點，大旺尖東區，重現尖東不夜城嘅景象。咁有目標係好事嚟嘅，但人們就不禁要問條橋 work 唔 work 啦。首先要知道點解當年尖東能夠成為不夜城，主要係因為80、90年代有大量日本人喺尖東從事製造業同貿易生意，佢哋需要地方娛樂消遣同摸住酒杯底傾生意，於是就衍生出大量嘅日式夜總會。同時都帶動埋嗰區一帶嘅食肆、居酒屋，所以先會成為不夜城。睇下以前夜總會啲招牌有大大隻日文，就知目標顧客係咩人啦。不過隨住工業北移，夜總會經濟都跟住北移，尖東不夜城都逐漸沒落啦。所以可以話係當年嘅經濟模式帶動咗大富豪嘅興盛，而唔係因為有大富豪而帶旺咗尖東一帶㗎。另外，亦都有唔少網民懷疑，有幾多家長真係會帶小朋友去大富豪開生日會呢？一嚟大富豪以前就係煙花之地啊，二嚟依家咁多屋苑都有會所，又開咗咁多 playroom， 甚至喺麥當勞搞生日會都會有麥當勞姐姐一齊玩遊戲，相信呢個競爭都唔細㗎。世界咧發生咗好多嘢，追唔返㗎。醒下啦，大佬！個世界變晒噶啦！唯一不變嘅呢，可能係第時大富豪入邊一樣會有媽咪，只不過係帶住小朋友啫。當然仲有好多爹哋啦，同埋泊車仔變咗做泊 BB 車咯。同樣變緊嘅，相信呢就係處於水深火熱嘅電影業啦。2個禮拜內已經有3間戲院唔做，分別係康怡 MCL、尖沙咀海運嘉禾同埋 MegaBox 嘉禾戲院。作為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議員嘅霍啟剛都有話，上年有9間戲院結業，今年至今有5間，形容業界情況嚴峻。佢又分析香港戲院票房同美國荷里活電影票房掛鈎，近年美國電影票房唔理想，影響埋全球嘅票房。而香港嘅戲院一般面積比較大，租金貴，淨係靠賣飛都只係啱啱回到本，要靠賣小食食品賺錢。霍啟剛就擔心結業潮會形成惡性循環，市民會改變睇戲嘅習慣，甚至轉移去串流平台。佢建議政府放寬牌照，拋橋話可以諗下學大陸戲院咁，一路打住邊爐一邊睇戲，或者俾戲院直播球賽，搞現場表演，開拓戲院業務。
咁除咗大富豪搞生日會同戲院打邊爐呢類咁有噱頭嘅建議呢，之前議員容海恩都有拋橋㗎，就話圖書館呢係個好好嘅旅遊地方，喺立法會問政府會唔會考慮將圖書館發展成為旅遊打卡點。佢話自己嘅小朋友日日都會去圖書館玩，去睇唔同嘅事物，包括文化活動。只不過文體旅局局長羅淑佩咧就好似唔多拜啦。佢話如果要成為打卡點，建築物嘅外貌要比較吸引，同時都強調圖書館始終係要安靜閱讀嘅地方嚟嘅，太熱鬧都要小心咁話。今次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，大家又認為以上3招奇招可唔可以將香港重新帶嚟繁榮呢？歡迎留言討論下，鍾意條片就記得俾 like 同訂閱，下次再同大家財經 recap 啦。